台中市长罗秀燕连续2天为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颜宽恒来徛台助讲。罗秀燕讲，选民真有不同，进前包容为高雄迁户口的人来做立委，结果互罢免，搁派一个迁户口的来做。伊呼吁乡亲真正在地颜宽恒，才会当关心到乡亲的需求。啊，互考试迁户口的对手，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林静怡是来回击讲，这个选民2届做出着选择，就是想要改变掉这个家族政治霸占地方的资源。希望罗秀燕莫安尼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就是莫安尼专门抗人的抓屁，讲找麻烦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昨甲昨日2天来到乌日甲龙井替国民党籍立委参选人颜宽恒辅选，讲到对手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林静怡以火力全开。这2届拢迁户口来，当初甲咱骗骗的，讲换心换心，结果一任的立委2个人做。罗秀燕讲，选民包容民进党和高雄市议员落选的来遮做立委，结果被罢免，又搁派一个迁户口的来。啊，无做工课就叫罢免，啊，即摆一个搁做2年，嘛迁户口来，嘛做无工课。罗秀燕讲，外地人嘛无要紧，要不当选后爱好好做代志。伊甲选民讲，都敢若在地颜宽恒才会关心乡亲的需要。啊，那林静怡被批评是空降部队，伊嘛有话要讲。却对于地方没有好的建设，所以2020年地方的民众才会选择投票给从高雄来的陈柏惟。在2021年再一次投票给我，想要改变严家在地方霸占地方所有资源这件事情。林静怡认为，一直讲在地对选民来讲已经无效啊，选民想要改变家族政治的地方生态。卢市长，你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没有政绩讲不出东西来，还要提醒大家冬瓜路这件事吗？林静怡认为，选民较早是拢支持颜家，不过颜家敢若想着家族的利益，无去重视地方的发展，才会卡到真侪官司，让选民感觉失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